你有冇留意啊？呢一排揭密日呢一套電影好似洗晒版咁。當你打開 YouTube，全部都係呢一套戲嘅影評嚟嘅。老實講啦，我都睇咗好幾條片啦，但我睇下睇下就覺得好似有種好強烈嘅違和感。唔知你有冇咁樣感覺呢？無論嗰個 YouTuber 講得幾咁精彩，或者幾咁理性都好啦，大家討論嘅方向好似永遠都係逃唔開政府想俾你睇嗰個框框。我喺度諗啦，點解會咁嘅呢？係因為巧合，定係我哋一直以嚟其實都係喺度配合緊政府做一場好大型嘅認知作戰呢？如果你都有咁樣嘅感覺，今日呢一集你一定要聽落去啦，因為我想同大家一齊去拆穿呢一場佈局。我講嘅嘢未必一定啱，但至少可以俾到一個新嘅方向俾你去思考。歡迎翻嚟解密時機，我係天藍。如果你同我一樣唔甘心只係做一個只係接收資訊嘅棋子，希望可以真正睇清楚呢一個世界運作背後嘅邏輯，記得而家就訂閱、讚好同埋分享俾你身邊中意思考嘅朋友睇啦。喺留言區留言支持下我哋啊！話我知你點樣睇呢一場官方嘅佈局。你嘅每一份互動都係對我哋團隊最大嘅支持動力嚟㗎。多謝大家。有朋友問過我，美國政府呢一批資料嘅發放係咪其實諗住順便幫 Disclosure Day 去做勢咋？你認為呢？呢一個講法咁又唔可以話完全冇可能嘅。但係如果你再諗深一層，就會發現件事其實冇咁簡單。真正值得留意㗎，唔係單一份解密嘅文件，而係成個節奏。成件事佢唔係突然爆發㗎，而係經過一段好長時間嘅鋪排之後，先慢慢浮翻上水面。佢哋嘅策略係選擇性嘅披露，透過 Persuade 呢一套系統，將所有真相嘅主導權揸翻喺政府手上面。呢個動作似乎唔係想大家開竅咁簡單咯，佢更加似係要透過呢一種連載式嘅披露咧，去慢慢將外星生命嘅存在呢一個概念，由一個荒謬嘅陰謀論，稀釋成一個雖然係好驚，但係大家都要習慣接受嘅客觀現實啦。最吊詭㗎，自從官方公開咗 UAP 文件之後，幾十年嚟一直帶領住 UFO 迷去搜集目擊報告嘅民間組織，佢哋嘅話語權同埋關注度馬上就退減咗好多啦。取而代之嘅係政府嘅説法。當官方開始定義乜嘢係數據，乜嘢係科學，民間嗰套基於直覺同埋歷史案例嘅解釋框框，即刻就被貼上咗非權威、非理性、陰謀論呢啲標籤啦。睇嚟政府已經成功透過呢一場揭密，壟斷咗真相嘅話語權。佢哋成功令你覺得官方嘅解釋先至係唯一嘅權威，民間嘅研究頂多都只係歷史嘅文件。如果真係嘅話，呢一次認知作戰暫時睇嚟係好成功㗎。講到呢一度，可能有人會覺得我講得太過陰謀論啦。政府可能只係單純想收埋一啲技術嘅啫。但如果我哋只係將呢一切理解成政府操控，其實我哋會唔會又跌咗入另一個陷阱呢？成件事最諷刺嘅係，有冇可能係連負責公開資料嗰班人，其實佢都唔知自己係面對緊啲乜嘢㗎？過去10年，軍方內部、情報部門，甚至嗰啲匿埋咗幾十年嘅研究人員，一直重複緊同一個尷尬嘅問題。佢哋見到嘅嘢真實存在，但人類目前已知嘅物理定律完全係解釋唔到。大家留意下，官方文件入面最令人不安嘅字眼，永遠都唔係發現外星文明，而係 unresolved， 即係冇辦法解釋。問題從來都唔係有冇見過咯，而係見到之後應該點樣去安放翻入去我哋認知嘅科學框架入邊啊？試諗下，當一架戰機佢嘅雷達鎖定咗一件物體，呢個物體喺幾秒鐘之內由海拔3萬尺瞬間降落到水平面，期間冇加速、冇減速、冇慣性，甚至冇任何物理推進嘅痕跡。呢啲唔係先進技術咁簡單咯，呢個係物理定律嘅徹底崩潰。咁我喺度諗啦，如果軍方將呢啲數據攞俾教我 physics 嘅中學老師睇，佢會點樣講呢？我相信佢會話呢啲數據一定係錯㗎，可能係傳感器嘅故障啦，亦都可能係雷達受到干擾。但當呢啲異常重複發生，而且係俾唔同嘅傳感器、唔同嘅飛行員、唔同嘅雷達系統多次確認嗰陣，我哋已知嘅科學就會徹底崩潰啦。會唔會呢一場揭密嘅大戲，本質上就唔係揭曉真相，而係一場人類集體面對未知恐懼嘅心理防禦，一個預演嚟嘅呢？
如果連擁有最先進科技嘅政府都係盲人摸緊大象，咁我哋啲普通人仲可以靠邊一個俾到真正嘅答案我哋啊？講嚟呢度，可能你會問啦，天藍，咁呢啲飛行器到底係咩嚟先得㗎？係外星人啦，定係秘密嘅實驗啊？如果你仲係喺度問緊呢一個問題嘅話，咁你就可能會中咗政府個圈套啦。試諗下，如果我哋一直都喺度追緊嘅根本唔係一件物件，咁會點呢？你試下想象，一隻螞蟻喺張白紙上面爬緊，佢見到一隻手指喺佢面前出現，再消失，佢會覺得啲乜嘢？佢會覺得好神奇，或者以為呢一個係一個神蹟。但其實呢，嗰隻手指只係喺一個三維空間裏面喐緊嘅，係嗰隻螞蟻佢理解框架太細啫，佢將三維嘅嘢夾硬要解釋成平面嘅現象。咁我哋人類又點啊？今日睇 UAP 嘅狀況就好似嗰隻螞蟻。當軍方嗰班專家攞住雷達數據喺度研究佢飛得幾快，佢轉向有幾急嘅時候，你有冇覺得好滑稽啊？佢哋好似一班喺度研究緊點樣去設計呢一隻手指嘅科學家咁咯。但佢哋完全唔知㗎，嗰樣嘢根本都未必係屬於呢一個維度嘅產物。所以我覺得嗰啲官方嘅解釋點解可以咁安全呢？因為佢哋係用緊一套三維嘅語言去強行框死一個維度嘅現象。話係偵察機，好你信；話係外星人飛船，你又信。當你接受咗呢一啲物理嘅性質嘅解釋之後，你就唔會再去追問呢啲嘢有冇可能係根本唔係一件物質嚟嘅呢？佢哋會唔會係某一種意識嘅干預啊？或者就係空間同空間之間產生咗嘅裂縫呢？當你用物質去解讀所有嘅嘢，就永遠都揾唔到真相啦。因為真相根本未必係用物質嚟砌成噶嘛。大家明唔明我講緊咩啊？呢一種三維嘅陷阱先係最頂級嘅認知作戰。佢唔係呃你，佢係教你用一種死路一條嘅思維去思考。當你永遠都執着喺引擎係點樣運作啊，你就永遠都唔會發現，原來現實嘅邊界根本就唔係你睇到嗰塊天花板。喂，天藍，咁到底政府隱藏咗咩先？我覺得呢個問題問得太淺啦。真正嘅問題係咪應該政府佢幫我哋定義緊啲乜嘢問題呢？有冇發現啊？每當呢啲現象一出現，官方或者媒體一定好有默契噶。呢次係國家嘅安全問題，呢一個係軍事嘅競賽嚟啫。呢一個係敵國嘅新型偵察機，或者一個測氣象嘅氣球，聽落好合理啊。但我想話俾你聽，呢一套語言先係最危險啊！點解？因為佢完美咁將所有嘢塞翻入一個你控制到嘅框框入面。一旦你接受咗呢一套語言，你就唔會再去追問其他嘢啦。呢一啲現象會唔會根本唔係物質嘅層面嚟㗎？會唔會佢哋其實係同我哋嘅意識狀態有關嘅呢？呢個先係佢哋最驚嘅地方。國家最擅長控制嘅係外在嘅敘事，但控制新聞、控制報導、控制你睇到嘅雷達圖。但如果呢個現象本身係需要你嘅意識去介入先至會呈現嘅呢？如果係你自己嘅思維模式影響咗你見到啲乜嘢，咁又點呢？咁呢下就大件事啦，因為你嘅內在世界唔係佢哋嗰套國防政策可以壟斷晒咯。老實講，你有冇喺啲官方嘅文件裏面見過任何關於觀察者效應啊，或者意識變數啊呢啲討論呢？完全冇㗎。你會見到大量嘅數據、速度、熱信號，但係你會發現佢哋好似夾好晒咁，完全都唔提人嘅因素嘅。點解？因為一旦你開始討論呢樣嘢，成套官方嘅敘事就會崩盤啦。佢哋唔能夠用緊一個連佢哋嘅監測儀器都解釋唔到嘅變數存在咯。所以我話呢一種框架嘅控制先至係最頂級嘅認知作戰。佢唔係呃你，佢係教你點樣去思考。佢教你淨係可以睇下啲物質、睇下軍事、睇下威脅。結果呢？結果你就係好努力咁去追真相。你越努力，你就越係俾個框框困住咗，永遠都去唔到嗰個真正嘅相應核心。所以，如果我哋一直執着於政府肯講幾多嘢，我哋永遠都係輸家嚟嘅。真正嘅解密時機係咩？係當你意識到，原來我哋對現實嘅認知一直以嚟都係俾人剝削緊㗎。我哋以為睇到嘅係全部，但其實嗰塊天花板係人哋為我哋砌出嚟嘅。所以所謂嘅 disclosure
真正嘅問題從來都唔係佢哋講咗幾多，而係你仲願唔願意相信？你而家見到嘅係咪就係真相嘅全部？如果呢一場全球討論最終都只係將你推向另一個問題，有冇飛碟㗎？邊個國家技術勁啲啊？咁我哋其實即係由一個框架俾人帶咗另一個框架啦。如果你開始懷疑緊意識可能唔係附屬，而係核心，咁真正嘅解密就唔再係官方肯講幾多啦。而你終於明白自己過去一直相信嘅世界，可能從來都唔完整㗎。而呢一個就係我哋今次真正要面對嘅問題，唔係答案，而係邊界。今日講到好遠好複雜，你可以睇翻我之前嘅一啲集數，咁就會有更加多嘅詳細解釋翻頭先我提過嘅所有嘅意識同埋現象噶啦。保持好奇，保持清醒，我係天藍，我哋下一個星期解密時機再見啦。